大家好，大家知影美国嘅选举得要到啊，剩无2礼拜。我顶届影片有略仔解说美国选举嘅制度，毋过我想讲，选举进程应该来做一块解说我家己嘅看法甲预测。请大家爱会记住，我毋是政治学者，嘛毋是专业的吼，我干若是一个一般的百姓。我要讲的拢是我个人的看法尔吼，毋是啥物美国的代表啊，也是啥物特别的角色吼。其实足侪美国人无认同我的看法吼，当然你嘛有自由无认同我的看法吼，这拢袂要紧，我会尊重啦。另外我的预测嘛无一定准啦吼，咱着爱看后礼拜吼，后礼拜咱就知影。逐摆选举要到的时阵，都有足侪热门的政策议题。即摆有譬如讲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甲中国当然嘛有武汉肺炎国内嘛有即个譬如讲公立的健保，阁有气候变迁，也是最高法院等等。阁有我想可能是一届上重要的议题，就是种族斗争，甲过去差不多半冬的几国的抗议。其实这拢是真的议题啦，毋是假议题。政府要安怎处理，一定有深远后果。毋过伫目前的政治环境我看是选民其实较无咧考虑遮个议题，也是候选人提出的政策。若安尼选民咧看啥呢？若台湾大家知影媒体分裂有遐深其实美国嘅媒体嘛差不多啦。若看蓝色嘅媒体民主党啥物拢正面，共和党甲 Trump 啥物拢毋对。若看红色嘅媒体，拄好颠倒边我最近听一个独立记者咧讨论一个调查，伊讲即个调查看 MSNBC 的观众超过90%是支持民主党的。若 Fox 因的观众颠倒变超过90%是支持共和党的。尤其即个媒体分裂伫过去几十冬愈来愈强到呾其实袂输台湾的中天甲三立。所以你若顶礼拜有看到我上台语台新眼界迄个节目，我一直咧强调啦，对大部分的人遮个选举议题也是候选人的政策，其实无啥影响啦。我看是大部分的选民早就决定，甚至为顶摆2016年的选举就已经决定坚持落去。安尼我看即摆真少数选民有改变啦。即摆的重点应该是voter turnout， 就是讲倒一个候选人较有法度刺激着因家己的选民出来投票就安尼我会讲我预测我想考虑就济啦。我看是 Trump 会当选啦。虽然讲即马大部分的民调拢看伊输啦，其实拢看伊大输，嘛是即个 voter turnout 即个问题。我只想到即个民主党遐尼热烈咧催杀假批投票，这互我的感觉，因即个手路互我的感觉，就是因家己嘛认为因的选民较袂出门开即个时间去投票。是安怎？我讲我的答案之前，我先爱甲我家己的牌变互大家看，就是讲，我其实无啥物党籍我家己的意识，应该算是偏自由主义所以我本人毋是进步主义，也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啥物意思呢？其实就是讲，我对政府大概无啥物信心嘛我嘛感觉咱应该爱家己处理家己的就好。咱看世界上的政府历史以来的政策，其实多数都是小拍，也是小战等等总是现前美国有政府啦一个政府的制度内底有2大党。虽然美国嘛有第三党第三大政党合做一个自由意志党我看因的候选人嘛无偌好因历史上悬的选举嘛差不多3%尔，所以
所以我无啥介意即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嘛无介意美国国家政府的体制，还是选举体制，我先爱甲这讲清楚啦总是我嘛爱转票嘛，所以选举呢，我会尽量看倒一个候选人可能做损害较少尔我看是若是讲政治损害一定是有，就是看较济还是较少。2008年甲2012年，我2摆拢投互奥巴马。虽然伊做诶代志，我嘛感觉真恶毒亲像讲甲中东诶战争继续拍落，甚至嘛有扩展我够胆相信伊比迄当时诶共和党诶候选人较好啦。2016年我是投互 Trump， 其实主要诶原因是因为伊是我看伊是党外诶人毋是传统诶政治人物你应该爱知影，伊较早嘛是民主党诶也是支持民主党，后来才加入即个共和党。我即摆选举嘛是因为安尼，搁要投互 Trump 一届啦。我嘛爱强调啦，我毋是足爱 Trump 啦，伊侪方面嘛足胜其他诶政治人物大部分诶做法我拢感觉毋好无认同。毋过伫少数重要诶议题顶面，我认同伊诶看法虽然我想伫理想诶世界咱会当家己处理家己诶就好所以免考虑啥物总统啥物政府诶年代啦。毋过现前就无即款诶选择嘛。对我来讲全世界面对上大诶问题，就是中国遐啦。Trump 也是，若无爱讲 Trump 本人好啦，伊诶政府诶体制上无因愿意面对中国即个问题。即方面我想奥巴马大失败啦迄当阵副总统拄好，就是即摆民主党诶候选人就是拜登。我知影一定有人会讲我安尼想毋对啦拜登一定较会处理即个中国即个问题，也是讲中国毋是美国上大诶问题因国内其他诶议题搁较重要。安怎好我尊重你啦，我无爱说服啦 ，agree to disagree， 我就是讲我个人诶看法尔这是讲互大家知影我诶立场尔话倒转来原本诶话题我2016年我嘛有预测Trump会当选虽然迄当时诶民调共款看伊大输啦一直到选举迄一天，我会记得足清楚啦。选举迄天，纽约时报因预测选举迄天纽约时报预测 Clinton 90%以上当选即摆共款民调拢看拜登大赢我看 Trump 会赢，所以到底是安怎？其实差别就是选民的态度啦尤其是选民的热心多数 Trump 的选民足有热心的拜登的选民就无啦足侪人要投互拜登的，其实毋是足介意拜登颠倒是因搁较无介意 Trump 甚至真讨厌 Trump 即个人。所以即摆选举其实我看毋是 Trump 比拜登，其实是 Trump 比伊家己就是伊介意 Trump 甲讨厌 Trump 的即个斗争。我想即摆选举甲拜登其实无啥物关系啦任何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拢差不多，因为拢毋是 Trump。其实你若看民主党的初选民主党家己的选民对拜登的态度较清楚民主党的初选有10几个候选人足侪啦初选迄当时介久其实无即个较明显的趋势啦，倒一个人会当选尾拜登赢敢若一半尔差不多51%拢总有1700万票共和党呢 Trump 伫共和党内底的支持度足悬共和党的初选伊差不多就是无对手啦，就是讲伊一定会赢初选嘛安尼共和党的选民其实无啥物理由出来投票参加一个初选会记得拜登50%51%，
1700万票。Trump 无对手选民无需要出来投票，毋过1800万人佫出来投互 Trump， 伊的得票率降到95%，所以大多数共和党的选民拢会投互 Trump， 因有影有一个热心，因就是足介意 Trump 即个人。民主党的选民无一定足介意拜登因真勉强啦。你会记得初选内底超一半拢无投互拜登美国的初选制度是1912年开始，为迄当时27摆的初选的记录初选票数较济，当选总统25摆阮即马会讲这是叫做热心的政策，英语叫做 The Enthusiasm Gap。民调其实是看袂到的。接电话讲支持啥物人我支持拜登，我支持安怎？这真简单，毋过佫爱注册出门排队转票这是另外一件代志。我想2016年差不多嘛是安尼啦。足侪投互 Clinton 的人，其实毋是真介意 Clinton 因迄当时共款真讨厌 Trump。其实我熟悉足侪讨厌 Clinton 的人，因嘛投互 Clinton， 因为佫较讨厌 Trump。所以我毋知啦，我就是看2016年是安尼即摆选举看起来其实足成。Trump 的选民有影足介意，拜登的选民无啥感觉，就是反对 Trump 尔。安尼有个人要问是安怎 Trump 的选民遐尼热心嘛，拜登拢无？这拜登伫遮较清楚啦，就是讲拜登咧算即个政治世界已经半世纪啦，得要50档，拢总47档啦伫参议院过来做副总统到即马美国有遐尼济问题愈来愈济。过去即50档的时间，拜登拢伫内嘛无啥有名看起来无啥处理遮问题的政绩尤其拜登50档以来的政绩你若去问一个拜登的选民，伊可能嘛无法度甲即两个讲出来。简单讲，伊就是足无聊、无感觉无啥物特别的个性。50档以来嘛无遐好的政绩我想足侪人看投互拜登，其实就是依次久长以来的一个现状。Trump 咧。你爱看你问谁啦？你若问民主党的当然，你若问民主党的，因会讲Trump 甲伊的选民拢是咧歧视黑人歧视查某人拢是种族主义者反对同性恋等等无就是讲Trump 是骗人的伊选民淡空骨力都毋知拢互骗去我真无认同这个看法啦，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啦，我家己熟悉要投互 Trump 的人，绝对无一个是安尼啦。若问 Trump 的选民，因会讲Trump 是啥物爱国者又搁伊毋是传统的政治人物因嘛会讲因无爱依持即个现状，因为因感觉美国的现状愈来愈歹啦。Trump 若做一寡无共的代志，较有机会改变即个方向啦。即个看法我个人较袂反对啦。总是两边的看法一边讲 Trump 是世界上恶质的另外一边讲敢若 Trump 无法度救世界。其实即两个极端拢是我看拢是媒体造出来事实上是无遐尼简单啦。我看真可惜啦，就是遐侪人互媒体安尼分裂去分甲即个极端无法度好好坐落同齐讨论美国的问题到底是要安怎处理才对所以这拢以上拢是我个人对即摆选举的分析甲预测请大家罔参考尔我当然无法度讲这一定有准无准安怎我嘛毋是美国人的代表人物我干那代表我家己尔
好，所以咱个来看上尾即礼拜11月3号，咱就知影即个结果吼。再会。